来已经相连续几若天，这个逐天确诊的病例拢超过1万例，今仔日甚至是破2万例，来到23102例。病院的急诊是无用甲车跋柄，指挥中心嘛伫个昨宣布，无症状者快筛阳性，才有资格到病院来做 PCR， 而且建议病院爱甲病患来做分流。这个新竹的马街病院讲来一对男女朋友挂急诊。暗砍这个女朋友快筛阳性的事实，等顺利进入到前期的看诊区域，才来承认讲阳性。尾也做采检，2个拢确诊。这是互急诊分流拢做白工，嘛互其他的病人甲医护人员拢来承担为着病毒的风险。这种的做法实在真自私，真不应该。疫情紧张，病院的急诊室有真侪人，不过新竹所有民众敢若隐瞒家己确诊，变作急诊分流的破空。新竹这个男病人去挂急诊，讲家己腹肚痛，不过无发烧，顺利和女朋友去前期的看诊区，才讲女朋友快筛是阳性。所有查甫人搁辩讲，惊若是讲会影响处理的速度。医护人员对2个人采检，2个人拢确诊。新竹马街病院急诊外科主任白英嘉伫面册讲，急诊室有较侪病情严重的患者，莫为着家己的方便，互第一线医护人员和其他的病人有风险。我觉得这样是不对的。不行啊，因为你会传染给别人啊。你就是这样，你告诉他，他一定会有方式跟你治疗啊。医生呼吁民众要将心比心，老实讲家己的病况。民众有症状或是快筛阳性的个案，请依照疾病管制署的一个相关规范就医，并据实以告医护人员。因为你的焦虑，因为你的担忧，塞了急诊，而耽误了他们真正在急诊需要紧急处置的机会。只想要到急诊去做 PCR， 你别忘了有很多危急的病人正需要 CPR。莫为着 PCR 影响到更较危急的 CPR， 无症头或者是轻症的患者，会使可以利用视讯看诊，甲医疗量能留予真正有需要的人。华视新闻看起来，赶快订阅我们的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。